台湾俗语新眼光第一集第一篇。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亏拢公开。有一位同事开学就辞职无来上班。这个同事原本是担任行政的职务，处理代志非常拍拼，平时的做人也真好笑神，阁有礼貌，和人足好斗阵。甲伊直接过的人对伊的印象拢袂歹。想袂到伊会辞职，大家感觉实在真拍算。后来才知影，这位同事当初时甲伊一个查某老师，毋过人是有家庭的。甲伊共办公室一位老师，看伊强强要破坏人的家庭，实在真碍目，就不时甲伊吐槽。虽然伊互老师压过来，阁压过去，总是拢毋捌看伊受气，还阁是保持平时的礼貌甲好笑神。有一日，迄位老师气噗噗，原来伊的手机毋知放生伫倒，四过找拢无。伫歇热时阵，担任行政职务的老师，逐日拢爱来学校上班。有一日轮到迄位同事休困，拄好校长需要伊所经手办理这份非常重要的资料。这位老师就去伊的办公桌将拖拍开要找资料，竟然看到家己拍毋起的手机下伫内底摆甲好势好势。老师就安尼，甲迄位同事过去校长遐。这就若亲像台湾俗语所讲的，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亏拢公开共款。休热期间，学校内的教评委员会为着要处理这项代志，嘛感觉真头痛。一个大家拢学乐的同事，平时笑嗨嗨有礼数的人，竟然将怨愤下伫心底，点点报复的手段，就是无人知。教评会委员，大家平时拢是好朋友，要甲记过抬头，实在是下袂落手，所以后来才叫伊家己写离职书。做人爱光明正大，伫今仔日的社会，若亲像是只有剩一个口号拿定。无论是官场、生理场，还是一般人际的交往，若无加减下一寡阴险的手段，若亲像是对不起家己。圣经记载有一撮信仰的族群，人拢称呼因叫法利赛人。耶稣基督用假冒为善来形容这款人，因为表面上看起来，法利赛人的信仰是非常的敬虔，总是伫因日常生活中做人的手段是不离阴险残忍。法利赛人这种信仰甲生活的品格，伫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中间是通人知影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毋则讲，看捌的一定会露馅，目房所讲的要伫厝顶报扬出来。伫今仔日的社会，有侪人因会做人处事手段干巧阴险，就是天知地知我知，拢无人知。有一日就会带入去棺材底，却袂记得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亏拢公开。较毋过较捌，嘛有露馅的时阵。台湾俗语新眼光第一集第一篇。
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亏拢公开。有一位同事开学就辞职无来上班。这个同事原本是担任行政的职务，处理代志非常拍拼，平时的做人也真好笑神，阁有礼貌，和人足好斗阵。甲伊直接过的人对伊的印象拢袂歹，想袂到伊会辞职，大家感觉实在真拍算。后来才知影，这位同事当初时甲伊一个查某老师，毋过人是有家庭的，甲伊共办公室一位老老师，看伊强强要破坏人的家庭，实在真碍目，就不时甲伊吐槽。虽然伊互老老师压过来，阁压过去，总是拢毋捌看伊受气，犹阁是保持平时的礼貌甲好笑神。有一日，迄位老老师气噗噗，原来伊的手机毋知放生伫倒，四过找拢无。伫歇热的时阵，担任行政职务的老师，逐日拢爱来学校上班。有一日，轮到迄位同事休困，拄好校长需要伊所经手办理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。这位老老师就去伊的办公桌将拖拍开要找资料，竟然看到家己拍去的手机下伫内底摆甲好势好势。老老师就安尼，甲迄位同事过去校长遐，这就若亲像台湾俗语所讲的，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亏拢公开共款。休热期间，学校内的教评委员会为着要处理这项代志，嘛感觉真头疼。一个大家拢学乐的同事，平时笑嗨嗨有礼数的人，竟然将怨愤下伫心底，点点报复的手段，就是无人知。教评会委员，大家平时拢是好朋友。要甲记过抬头，实在是下袂落手，所以后来才叫伊家己写离职书。做人爱光明正大，伫今仔日的社会，若亲像是只有剩一个口号拿定。无论是官场、生理场，还是一般人际的交往，若无加减下一寡阴险的手段，那亲像是对不起家己。圣经记载有一撮信仰的族群，人拢称呼因叫法利赛人。耶稣基督用假冒为善来形容这款人，因为表面上看起来，法利赛人的信仰是非常的敬虔，总是伫因日常生活中做人的手段是不离阴险残忍。法利赛人这种信仰甲生活的品格，伫当时犹太人的社会中间是通人知影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毋则讲，看捌的一定会露馅，目房所讲的要伫厝顶报扬出来。伫今仔日的社会，有侪人因会做人处事手段干巧阴险，就是天灾地灾我灾，拢无人知。有一日就会带入去棺材底，却袂记得人生亲像大舞台，苦出笑亏拢公开。坎搁较捌，嘛有露馅的时阵。